后来，这个铁路警察被都市嫌犯一审来判无罪，那法界热烈咧讨论，这个警察的装备甲训练到底有够无？嘛再一次铺就台面。资深的刑警就讲，这个演练归演练，但是实际上拄到的状况是百款。线顶执勤的员警通常是被炸盾牌，目前第一优先使用的是番仔姜水，搁来则是警棍。若这个警枪，因为车厢也有其他的乘客，并无适合来使用。咱继续就来了解警界基层的声音。逮捕！快讲！探肚起酒小，也是精神状况无好，走出来顶闹。第一线的员警出勤的拄着嫌犯甲状况拢无啥共款。盾牌、棍剑啊，拢总出动啊，不过演练毕竟只是演练。演练归演练哦，真的场景碰上了哦，你说远景也是会乱了手脚。尤其这些状况往往都是突发的，会派去处理的都是线上石头的从人优先，然后他们身上都挂着一大堆装备哦，多少也会影响他们的行动的便捷性。身躯挂无线电、警棍、警枪、咸椒水，安尼敢真正有够用？像是辣椒水在这一版型上批的是100斗里，那另外像石刀，就看状况，使用机会不会影响。如果说旁边都有人，他如果拔枪的话，确实会可能危及到旁边民众的安全。除了咸椒水，警政署嘛配发电击枪，佮呼吁基层的员警勇敢去用、大胆去用，也毋过除了事件，毋捌看过有人伫用。不是每个犯险他都能忍受这个电击枪的电击啊。如果今天你碰到一个说可能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的，那你稍微给他电一下，他突然就挂掉的话，那是不是我们一定会有赔偿的问题？教育审技师必先离机器，这无毋对。要么员警本身的反应能力嘛真要紧，训练了有确实也无确实，可能这才是未来应该考虑的问题。